失去雷神之锤的雷神还算雷神吗？索尔被巨人族所骗，困在了湖中心。可怜的是，这里压根就没有信号。于是他效仿荒岛求生的贝爷，准备弄条鲨鱼先解决生存的问题。哪曾想鲨鱼是没钓到，却意外出现一只比鲨鱼大几十倍的城市巨蟒耶梦加德。正当索尔想将雷神锤召唤回来时，城市巨蟒竟在水下吞了他的锤子。其实这就是福友骗他来的原因。此时的福友觉得胜券在握，就岔开香槟庆祝了。也就在这时，索尔突然回来，吓得福友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但他在辩解着自己阴谋的同时，还不断打量着索尔装锤子的皮包。不过索尔坚信，只要自己不慌张，那恐惧的就是对方。原来皮包里放的是同等重量的石头，因为只有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回来，才能暂保自己的安全。不过谎言终究有说破的那一天。为了补救他，联系了多家海上打捞队。可当对方知道要捞的是个锤子，都拒绝了，还认为索尔就是个神经病。知道索尔没死，洛基反倒担心他的儿子耶梦加德。随后他带着刚交的男朋友去看他。巨蟒似乎是知道了洛基特殊的取向，突然反胃，结果恰好把雷神之锤吐到了他的面前。但洛基这个二货太天真了，他竟把锤子主动交给了福友，认为这样可以让事态平息，令大家相安无事。当狐假虎威的萨克莎回来，看到锤子出现在福友手中，马上慌得一屁。之前他串通索尔胁迫自己的家族，不过福友并没有杀他，只是将他逐出了家族。得知消息后，索尔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危险，没办法，他只能厚着脸皮去找奥丁寻求帮助。奥丁却觉得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糟，而挽回的关键恰好还是洛基。之后洛基又返回福友这里，并以示好的目的劝告福友，雷神之锤只认索尔，其他人无法操控，如果不信可以拿自己练练手。既然不能为自己所用，福友就准备利用永恒之火毁他，而这也正好在奥丁的计划之中。他们计划在运送的过程中抢回雷神之锤，可当索尔截停汽车才知道，出发前福友就让洛基扮成他吸引大家，然后他再驾驶另一辆车出发。不过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维修师发现了他们的行踪，果断开枪打爆汽车的轮胎。但在索尔还没赶来的这个期间，萨克莎竟半路出现，趁福友下车抢走锤子。母亲拉恩准备射杀自己的女儿，不过她老眼昏花，却射到了无关的小男孩。整个过程他们谁也没注意上空的乌鸦，其实那是奥丁的眼睛，他躲在暗处，时刻充当着一个猎人的角色。雷神之锤的失而复得，令索尔下定了决心，必须来一场说干就干的殊死对决。